新的 NCP 冠状病毒可能没有显示感染的迹象许多天，怎么能知道它是否被感染？当他们发现或咳嗽去医院的时候，肺部通常有50%的纤维化，已经太迟了。台湾专家提供了一个我们每天早上都能做的简单自我检查。深吸一口气，屏住呼吸10秒以上。如果你能够成功的完成它，没有咳嗽，没有不适、闷热或紧张等，证明你没有纤维化在肺部，基本上表明没有感染。在关键的时刻，请每天早上在空气清新的环境中进行自我检查。日本医生治疗 COVID 持久力的严重优秀建议，每个人都应该确保自己的口腔和喉咙是湿润的，不要干燥，至少每15分钟喝几口水。为什么即使病毒进入到你的嘴里，饮用的水或其他的液体会通过食道进到你的胃里？你的胃酸会杀死所有的病毒。如果你不经常喝足够的水，病毒就会进到你的气管，进入肺部，那很危险。请发送并与家人朋友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一点，请大家注意，世界可能很快就会从冠状病毒中康复，祝一切都好幸福哦。